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仔的哥嘅偽命題。偽命題係一個會就住唔同嘅特定話題去分享一啲我自己嘅睇法啊。咁亦都好希望大家都會喺下面留言區度一齊傾下偈，討論一下。咁啊，今日呢，我哋想講一講呢，其實就係吸煙係咪可以為庫房增加到收入啊？咁相信其實香港有好多人都有，無論係吸食緊電子煙啦，定係傳統香煙嘅習慣嘅喎。咁但係而家煙稅係加咗啦，咁呢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無論你吸煙定唔吸煙都好，但係喺稅收上面少咗喎，呢樣你就未必知道啦。咁啊，本人呢其實就唔吸煙嘅，咁但係我每日揸車住客呢，總有啲人呢係吸煙。咁而且個味道亦都好濃烈嘅，咁啊落咗車之後都仲有好大陣味喺架車度，我都搞到要開窗去散味啦。咁但係講翻轉頭啦，煙稅升咗，呢個唔單止關煙民事喎。咁啊，政府喺對付香煙嘅政策上面咧，其實都同我哋係息息相關嘅。點解咁講呢？頭先講到煙稅係少咗嘅。咁煙稅少咗，咁即係意味住庫房嘅收入亦都低咗。咁庫房收入低咗嘅同時，咁政府自然咧就會喺其他地方向我哋開刀啦。咁亦即係話抄牌亦都會嚴重咗嘅喎。眾所周知咧，喺抄牌上面，其實佢哋係每一年都有一個數要追嘅喎。咁會唔會因為香煙稅嗰度收少咗，而抄牌嗰個 target 就會高咗咧？呢樣係唔出奇㗎嚇。咁今日咧，我就會想用少少時間去同大家講下我知道嘅嘢啊。咁喺呢一個時候，先撳咗個 like， 然之後 subscribe 埋，即係訂閱埋我個頻道，然之後撳埋個鈴鈴，我每一次出新片你先知道嘅嚇。仲有 comment like share 喺下面留言，俾啲意見我，同埋大家一齊討論下今集嘅節目啦。咁啊，今集呢個內容咧，其實就都同大家真係息息相關，因為香港其實好多人都有吸煙嘅習慣。咁我哋而家先講下煙稅增加咗嘅問題先啦。我唔食煙啊，都知道其實依家一包煙隨住煙稅嘅增加，已經升至106蚊一包。咁可能其他地方買會有唔同嘅價錢啊，或者唔同牌子、唔同種類亦又會有唔同嘅價錢啊。咁我所知道嘅就係，至少我知道一個價錢就係106蚊啦。咁係相當之高嘅一個價錢嚟嘅。咁但係加咗錢、加咗稅，吸煙率有冇降低到？唔係好覺眼。咁但係稅收有冇增加到？就我所知，亦都係冇增加過，反而仲要係下降咗嘅。咁點解呢？咁其實我相信啫，有好多人其實都轉咗去買私煙啊，係啊，即係啲冇收稅或者稅啊收得好少嘅煙啦。咁相對係平啲嘅，但係如果你問我幾錢呢？呢一方面就我自己都唔知啦。唔好問我有啲咩渠道可以買到，我亦都係唔清楚，因為重申一次，本人係不吸煙㗎嚇。咁啊，當有唔同嘅人去買私煙嘅時候，咁稅收自然就會下降啦。咁都係一個好自然啦。咁但係我就唔係得個講字嘅喎，喺稅收方面其實我有晒數據去支持嘅喎，而且呢啲數據全部都係來自政府㗎嚇。咁喺23-24年度咧，其實每支煙嘅煙稅係加咗6毫子啊，好似好少啊，係每支煙6毫子，一包咧係有10支定20支煙啊，唔知啊。咁啊，大概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個總稅率咧，其實就升咗31.5%嘅。之後24-25年咧又再加多8毫子，今次又再提升咗31.9%。咁成個稅率就一共係加咗70幾個%啦。咁聽落好勁啦。咁香港人咁多人食煙，咁正常個稅收應該會好多好勁噶嘛。咁我哋而家嚟比較一下個前後啲數據先啦。咁以下嘅數據啊，全部都係以10億嚟計算啊，即係 billion 啊，係啊。咁啊，22至23年啊，
喺個稅增加之前咧，其實稅收係有79.3億啊。咁個吸煙率當時係9.5%嘅。咁付稅嘅香煙咧，其實個數量都仲係正常嘅，大家都仲願意去7啊、OK 啊，甚至係報紙檔啊嗰啲度買一啲叫做正牌啦，或者一啲正貨啦。咁但係之後嗰個年度終於第一次加稅咯，咁又變成點呢？23、24年啊，第一年加稅，稅收就已經跌到得返72.5億嘅，咁啊足足跌咗8.7% 啊！係啊，你聽到啦，開始跌啦，第一年已經咁付稅嘅香煙數量亦都開始少咗啊！咁相信都係因為私煙開始湧入個市場啦。咁嚟到24、25年咯，呢個係第二年增加啊。政府預計咧係至少可以收到90億嘅，但係實際去到24年嘅年底嘅時候咧，稅收仲比上年跌多23%，已經係跌到得返大概56億啫。咁亦即是係話，付稅嘅香煙數量係已經係比起2023年再跌多39.4%，咁比起2019年更加係跌到差唔多一半嘅46.7%。咁呢啲數據啊，頭先講過啦，係來自政府嘅，咁仲有統計局嘅，咁證明咗啲乜呢？稅好大嘅機會就係加得太急，而私煙亦都用得太快太多。咁令到政府已經損失咗咁多10億啦。咁吸煙率又跌咗幾多呢？吸煙率其實咧只係好輕微咁跌咗0.4% 嘅啫。咁每日嘅吸煙量減少到由12.7支啊，平均12.7支到12.1支啫。但係因為你私煙嘅問題實在太大啊，咁啊變相好多人都會覺得。咁我正價貨買翻嚟嘅煙咁貴啦，而家超過100蚊啦。咁就算有啲人有啲鋪頭賣平啲，賣100蚊內都好，咁其實都仲係貴過你去買私煙。咁喺一個好正常思維嘅角度嚟講，咁啲人就寧願去買平嘢啦。咁就等於我哋呢一行所謂嘅85折的士咁樣啦。好多人寧願去搭85折的，因為平咗啊嘛。但係其實唔合法㗎喎。咁呢樣嘢同樣嘅問題都會產生到出嚟啦。咁而家又講下時下好流行嘅電子煙先啦。咁其實咧，電子煙出現咗之後咧，政府意識到個問題就係覺得會唔會有機會係會影響到傳統香煙喺稅收方面嘅問題咧？咁所以咧，佢喺做出呢個決定嘅時候咧，即係做出呢個電子煙禁令嘅時候咧，其實就喺2022年4月30號起就已經做咗呢一個決定㗎啦。咁即係佢foresee到佢早啲去做呢一件事嘅話，未來佢喺煙稅上面，如果我要加稅的話，都可以有一個比較高嘅收入啦。咁但係喺2022年4月30號起啊，即係禁令開始嘅時候，佢就已經全面禁止晒。不論係進口、製造，抑或係銷售電子煙啊，甚至乎更加誇張嘅係，連物流中轉都禁埋。但係佢物流中轉禁埋嘅嘢咧，當中係有豁免嘅，就係空運中轉係有豁免嘅。但係最初係好嚴啊，去到23年先至放寬咗，允許翻海陸空聯運中轉。咁但係個損失咧，喺佢禁令開始嘅時候就已經造成咗啦。咁嚟到而家2026年啦，政府計劃喺第二季就已經係禁止公共擁有電子煙添，即係話一般嘅市民你都係唔能夠再擁有電子煙，一經發現係有機會被定罪㗎嚇。咁私家地方之後亦都會跟上，咁即係話喺第二季起，你喺公共地方你唔可以再攞電子煙出嚟，但係你喺私人地方你可以。呢一啲條例真係好可愛啊！我唔明點解唔係一禁就禁晒啦嚇，但係總之之後你就唔可以再咁公開咁樣攞出嚟啦。咁呢個禁令咧，其實唔單止係影響緊一眾食電子煙嘅煙民啊，其實仲直接打擊緊一啲物流嘅生意啊，間接令到政府嘅稅收少咗。咁其實如果大家
有搭車或者揸車經過葵涌貨櫃碼頭，其實應該都會見到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問題，就係咧 COVID 之前呢個貨櫃碼頭好爆嘅，啲貨櫃堆到好高啊，而家少咗起碼一半啦。咁呢一方面亦都有機會係喺呢一個情況底下產生出嚟嘅。咁我哋又嚟比較一下喺稅收方面，電子煙個稅嗰度又有冇啲咩改變呢？咁呢度可能聽到呢度覺得有啲問題，喂，電子煙冇稅喎，係電子煙係冇稅嘅，但係禁令就已經推高咗非法市場，間接其實就係影響緊煙稅嘅收入。咁雖然佢冇稅，但係佢竟然影響到一啲有稅嘅嘢啊！咁估計咧喺損失上面咧，又係損失咗好多10億㗎啦。咁爭咗幾多10億嘅啫。咁啊，2024至25年咧，煙稅頭先講過啦，預計係有90億㗎嘛，實際係低咗好多啦。咁好大程度就係因為呢一個禁令加劇咗呢個黑市非法嘅活動啊。咁樣物流嘅生意啊，喺禁令之前啊，香港喺電子煙中轉樞紐咧，每年貢獻緊嘅一大筆空運量同稅收，估計年值係，哇！呢個係120億人民幣添喎，再加埋其他出口貨值喎，即係呢個再出口貨值係有120億喎，大佬。咁禁令之後咧，單喺2022年嘅5至12月啊，空運量已經跌咗20%。受咗即係大約20%係大約幾多咧？即係71萬噸貨咗緊啦。咁啊，已經係包括埋電子煙㗎啦。咁每年咧，亦都有33萬噸貨係受到影響嘅。但係啊，即係你雖然冇咗呢個中轉嘅市場嘅生意，但係唔知點解電子煙嘅使用率咧係會升到上去38%嘅，係十分之奇怪啊！而且喺青年吸煙率亦都係冇明顯改變。咁總結嚟講，即係話你無論係加稅定係電子煙禁令，都已經令到全香港嘅庫房嘅收入都已經係減少咗好多，亦都令到物流公司嘅生意少咗。咁物流公司生意少咗嘅同時，稅收亦都會少咗。咁即係哇，全部都係一環扣一環，一環扣一環啊！咁你加稅加得急得滯，冇人買正貨啊，買啲黑市嘢，即係買私煙，咁又少咗一陣稅收。電子煙禁令，本身電子煙就冇稅嘅，但係啊，佢有創造到物流嘅生意，嗰度個貨量個吞吐量其實都好高㗎本身。咁跟住呢度又少咗，跟住仲有就係你物流公司生意少咗啊，咁佢交稅就自然交少咗。哇！呢啲全部都係真係一環扣一環啊。咁而家不如又講一講呢，其實電子煙啊個出口大國有邊個呢？最大又係咩地方呢？咁我相信其實有好多人都未必知。咁啊，原來啊，中國喺電子煙出口呢係已經達到106億美金，即係將近1000億㗎啦。係啊，佢仲會出口到292個國家或者地區，佔咗全球嘅90%。喂，你真係估都估唔到，原來電子煙竟然係內地，即係我哋口中成日講嘅阿爺去生產出嚟喎。喂，大佬，呢啲咁危害健康嘅，原來係佢哋去搞出嚟嘅喎。咁但係依家香港就特登禁咗佢，連中轉都唔俾啊！咁啊〜搞到我諗阿爺就唔會頭痕嘅。點解咁講呢？一陣會話俾你聽啊。咁依家講下，仲有啲咩其他地方有做緊呢一啲生意啦？馬來西亞、德國，但係都唔夠中國咁勁咁解嘅啫。係啊，咁啊，美國就係最大嘅進口國，咁都好合理啊，因為美國煙民都好多噶嘛。咁有電子煙就有一個新嘅趨勢添啦，甚至乎講緊另外一樣
大麻亦都有煙彈，咁所以變相就會亦都令到呢一啲唔合法嘅嘢都會出現埋喺電子煙個呢一件事上面啦。係啊，咁香港出咗禁令之後啊，呢啲物流生意轉晒去邊呢？其實最主要流失咗去澳門、南韓、馬來西亞，甚至乎喺深圳等等呢啲地方做中轉。咁即係你已經本身你係集中資源嘅地方，而家你唔要呢一嚿肉啦。咁太公分豬肉就分晒出去啦。所以點解依家其實你會見到嘅係喺內地佢哋嘅貨運生意，呢啲物流生意點解依家可以咁蓬勃呢？除咗因為佢哋夠平之外，亦都係我哋政府大力咁樣去拱翻呢啲生意出去。咁啊，嚟到2026年啦，包括深圳在內嘅內地港口其實受益係最大嘅添，因為中國其實係出口嘅源頭嚟噶嘛。咁物流中轉喺內地又平又方便，咁我使乜轉去第二度？使乜轉咁多去第二度賣？咁所以香港作為呢個中轉嘅樞紐嘅優勢已經慢慢咁樣俾人搶走咗。你淨係呢一個電子煙嘅貨運吞吐量，咁你都已經知道其實你係已經係可以令到成個香港嘅收入減少得幾咁恐怖啦。咁所以係咯，我哋政府又唔知做緊乜啦，成日話庫房啊唔夠錢啊，財政預算案咧其實又不斷喺度同大家講，喂，其實咧我哋就冇赤字啊，有剩啊，我哋條數都仲好靚仔啊，預計唔知幾耐先至會有赤字啊咁其實我相信啊，即係我未讀得好清楚，但係我睇到一樣嘢就係佢講到話會以借貸嘅方式去繼續營運，咁即係話遲早香港係會爆煲嘅。咁呢樣嘢等我詳細啲睇完呢一個嘅財政預算案之後，我先至會再同大家去做一集新嘅藝名題去講嘅。依家我哋集中翻喺香煙同電子煙度先。咁啊，其實啦，都嚟到呢段片嘅結尾噶啦。咁作為一個香港嘅普通人啦，我會覺得政府嘅政策咧本身係幾好嘅，因為正常嚟講，我加咗煙稅嘅話咧，咁假設我哋冇任何嘅私煙黑市市場，又冇電子煙咧，咁正常嚟講係的確係杜絕到一班人去戒煙，杜絕到一班人去吸煙啦，令到更多人戒煙啦。咁但係好可惜嘅，煙稅太急啦，而現實中亦都係有太多唔同嘅副產品出現咗啦，例如係電子煙啦，甚至乎係私煙嘅出現啦，亦都係令到呢一件事個情況複雜咗啦。咁結果就令到稅收又少咗，私煙旺咗，物流生意差咗。咁當然啦，健康係好緊要，但係你點可以忽略咗經濟嘅影響呢？個個走去買私煙，推高埋個犯罪率，最後有幾多人真係健康咗呢？庫房嘅收入又有增加咗幾多呢？咁我覺得啦，其實就唔應該係禁咗電子煙呢一樣嘢啦，反而你轉為係監管佢，或者你去收佢稅，會唔會係好啲呢？你又或者譬如係咁講啦，你香煙你係逐步咁樣加稅，而唔係一下一支火箭咁樣上升呢？咁亦都你容許埋電子煙係喺一個有條件嘅銷售渠道底下去作出一啲作出一啲銷售，咁啊或者係加稅去監管佢，咁樣你稅收自然又會收多咗，亦都會穩定咗。咁當電子煙呢一樣嘢又多咗人吸食嘅時候，如果佢亦都係比較平嘅話，咁可能亦都會令到私煙嘅市場萎縮翻㗎。咁非法嘅市場少咗嘅話呢，咁對於個犯罪率亦都係會降低翻先啦。咁喺我自己個人嘅層面啊，咁我梗係希望各位食煙嘅朋友們，大家醒下啦，唔好食咁多煙。我哋一開頭慢慢食少啲先，之後你先至再去真正連一支都唔掂，或者慢慢轉用一啲健康嘅替代品咁樣。咁其實政府
亦都係需要你去聽下多啲民意，真係唔好下下都一刀切，咁樣先至係最好噶嘛。成件事情，每件事都係循序漸進，分析清楚利與弊，咁先至會係比較好嘅嘢咯。咁今集嘅偽命題其實都證明咗一樣嘢嘅，就係政策唔可以太過理想化，真係要考慮一下現實咯。咁啊，每一集嘅結尾啊，嚟到最後，我都會有3個問題想問翻大家，睇下大家會有啲咩睇法啊。咁啊，你覺得個煙稅會唔會加得太急呢？咁太急係咪真係導致到稅收佢減少咗嘅主因呢？大家身邊又有冇朋友係買緊私煙嘅呢？咁第二樣嘢就係，喂，對於呢個電子煙嘅禁令，你支唔支持啊？禁令後物流生意飛咗去第2度，你哋覺得對香港嘅經濟上面嘅影響又有幾大呢？如果政府真係要平衡健康同埋稅收，你有咩建議？你贊唔贊成電子煙可以有條件咁去銷售呢？咁記得啊，呢3個問題，你哋想答到邊一條都得嘅，係啊，大家一齊討論下咁解嘅啫。記得喺下面留言區留言討論下呢3個問題啦。估唔到香煙、電子煙，甚至乎係講緊吸煙呢一件事，都能夠帶動到大家一齊去關注香港嘅經濟嘅。咁啊，多謝大家睇今集嘅節目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